Hello 大家好啊！咁我今日再講翻呢，即係琴日觀塘 APM 啊呢一個女童風波事件嘅後續啦。咁啊，即係雖然琴日就話已經拉咗嗰3個婦人啦，但係呢，即係有個後續就係呢，有網民啊就發現啊，其中打人嗰邊呢，嗰個着住藍色裙嗰個34歲男童嘅母親呢，原來竟然係 AIA 呢個保險嘅相關人士。嗱，今次呢一件事呢，就係俾網民好快極速起底發現啦，即係呢一個68歲推人嗰個紅色衫個阿婆啊，佢個女就係呢個34歲嘅老母。咁啊，片中咧就拍到咧，即係呢一個阿婆咧就推撞呢一個女仔啦、女童啊，同埋掌摑佢嘅。咁啊，然後兜巴煎過去嘅。OK。咁啊，而家呢一個另外嘅男童嘅母親咧，事後亦都同嗰個女童個阿媽咧喺度拉扯啦。咁啊，同樣啊被控喺公眾地方就毆鬥。咁啊，另外打人嗰個阿婆咧，除咗呢一個罪名之外咧，更加因為涉嫌向呢一個女童喐手咧，俾人加控呢個普通襲擊罪。好啦，咁啊，我哋講翻即係呢一件事嘅後續係點啦。嗱，呢個影片瘋傳之後啊，咁啊有網民咧就根據公開嘅資料咧，咁啊發現呢一個男童嘅母親咧，原來係從事呢一個保險工作。咁啊，網上咧有部分嘅 post 咧就形容佢係 AIA 嘅業務主管或者係女高層。咁啊，傳媒就將佢形容係即係保險從業員或者咩嗰啲咩財務策劃顧問啦。咁其實都係保險啦，嘥氣啦，係咪先？嗱，咁啊，即係 AIA 嘅友邦香港咧就回覆呢一個傳媒嘅查詢嘅時候就話，對呢一個財務策劃顧問嘅操守咧有嚴格要求。咁啊，嘥氣啦，屌你，咁你肯做佢阿豬阿狗請啦，保險呢樣嘢即係保險基本上係唔需要啲咩條件，根本佢求人多過係你求佢嘅。即係你成日睇電影話咩保險唔請人，就嘥氣啦，大佬，我真係未聽過保險唔請人。因為我講過咧，其實保險嘅形式係所謂嘅自僱人士啊嘛，佢唔使出糧俾你嘅喎，其實係嘛？即係你而且你要用佢嘅資源啊，你要用佢嘅影印機啊，你都要自己俾錢嘅呢啲啊嘛，即係仆街公司制度咧。其實即係保險係全世界最撚揾笨柒嘅一個行業嚟。OK，咁所以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咧，請幾多人對佢嚟講其實唔構成即係實質嘅成本㗎。係嘛？即係佢咁你話訓練佢都要人力物力㗎。嗱，其實好細嘅，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嘅制度係類似一啲金字塔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佢譬如係佢係分好多一區一區，佢區嘅意思唔係話九龍區、香港區喎，而係可能你十鳩幾，即係一個我哋所謂叫老闆啦，一個總經理咁上下啦。OK。咁佢就自己開一條 team，佢可能下邊又有主管，跟住再收幾條僆咁樣，即係成個一個金字塔式嘅佈局。咁啊，而佢請翻嚟嘅人呢，基本上就係嗰個老闆負責 trade 啦，或者係佢嘅管，即係叫佢翻嚟嗰個主管啊啲負責 trade 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人力物力係接近零嘅。無限低嘅，咁啊，即係基本上係即係保險公司嘅角度嚟講，即係阿豬阿狗請。咁但係你有時聽到話，唔係喎，佢有出糧嘅喎，好似話嗱，我以前平常談都有講過，所謂嘅出糧咧根本就戇鳩嘅，即係你係要簽一個合約咧，就係你要確保咧，譬如你每個月啊有4張單。咁啊，然後你個營業額係最少有唔知2萬咁樣先講啦 ，OK， 咁佢先會出糧俾你。如果唔係咧，就算佢出咗糧俾你咧，即係事後唔達標咧，跟住最後佢都係會追翻你啲錢。即係我就係一個好例子啊，我俾佢追翻半年嘅人工，即係嗰半年基本上收入又冇，跟住做完之後就要俾佢追翻。即係如果心態弱啲咧，當其時可能我已經跳樓，即係KO 咗自己嘅。其實冇錯，心態夠強啦，當然。咁所以呢啲保險公司咧，其實你入去做咧，你自己考慮清楚啦。我自己覺得唔係一般人可以承受到嘅。咁加上而家呢個年代，人人都對呢個保險行業咧已經本身有個抗拒啦，即係唔同以前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咁嘅老屎忽咧，成日分享自己經驗，話咩自己靠一雙腳啊，即係 walk in 啊、cold call 啊、行大廈打電話。你今時今日聽到啲喂，阿先生你好，你一聽已經收撚咗佢線啦。今時今日
人們啊，即係對呢一啲咁嘅嘢嘅認知已經提高咗唔少，根本一聽就知，即係你譬如屌你老母，佢哋以前成日話自己行去咩工廠大廈商業大廈逐家逐戶拍門，你而家樓下個看更實 Q 都唔會放你上嚟啦，仲 walk in 真係冇玩啦，時代轉咗啦師傅。咁我哋講翻呢單嘢啦，咁啊總之 AIA 嘅回覆咧，嗱好多網民咧知道咗呢一件事之後咧，咁啊集體咧就去呢一個 AIA 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應該係 Facebook 啦我估。咁啊而家網民最中意做呢樣嘢啊，總之就係要逼你割席。咁要求啊 AIA 公司交代點樣處理呢件事。嗱，部分網民就認為啦，保險同埋財務策劃嘅工作咧涉及客戶嘅信任。咁啊，即係呢一個從業員喺公眾地方參與毆鬥啊，公司係有必要回應。咁啊，亦有人將嗰條片段咧就即係截圖啊貼去公司嘅留言區，要求確認涉事人嘅身份。咁啊，其後傳媒就話呢個 AIA 咧就將呢一個 Facebook 嘅專頁啊關閉留言功能。咁但係咧，其實你關閉都冇用啦，因為呢一條片啊同埋嗰啲新聞咧已經喺網上瘋傳啊！咁啊唔單止就係香港喎，咁啊就算去到台灣啊、韓國嘅 Twitter 咧，都已經係引起網民嘅討論。咁啊亦都有啲網民就即係出現大量即係網上出現大量未經證實嘅職位收入、私人帳號同埋家庭資料。不過我呢度要提醒大家咧，即係咁樣起人底咧，可能係違反一個法律嘅，可能會即係承擔相關嘅刑事責任。照公佈埋佢嗰個家庭資料嗰啲咧，我覺得就有啲即係唔係太關事，即係今時今日網民咧係真係想置人於死地嘅，完全即係你一有犯錯嘅話咧，即係你話今次呢單嘢真係嚴重到要咁樣做咧，我呢個阿婆係個行為係可恥嘅，咁但係其他嘢我就即係自己睇看着辦吧。諗下截至目前咧 AIA 其實已經承認咗啦，其實即係承認咗嗰個女人咧，的確係佢哋嘅員工啦。咁佢就話相關人士已經被暫時停職。係啦，停止工作噶啦。好啦，咁啊三個女子咧就係分別係即係頭先講咗啦，咁啊會喺9月嘅時候啊喺觀塘嘅裁判法院就提堂，咁但暫時都係即係疑犯即係未起訴嘅，即係告唔告咧？呢啲其實睇律政司嘅，呢個係刑事嚟啊嘛，即係呢個。公眾場所毆鬥咁啊，其實好輕嘅啫，啲多數罰錢嘅啫，其實咁。但係嗰個阿婆咧，呢一個普通襲擊罪咧，相對我覺得冇咁簡單嘅，其實因為有片有性，而且佢用嘅力度咧頗大嘅，係嘛？咁啊呢度再次講下咧。即係我啲留言裏邊咧，有啲傻仔觀眾咧，其實我就唔 ban 佢住，等大家去睇啦。咁啊，即係有啲人有啲低能留言咧，就話咩？因為如果你係即係打呢啲中國人係抵打咁樣，即係估唔到今時今日仲有啲咩傻閪嘅，其實係嘛？即係呢啲完全係影衰香港人同埋影衰我呢個台嘅質素。咁啊，有啲人就話咩？Tick，你平時唔係教我哋點樣教訓啲細，我又教訓你去打一個5歲嘅靚妹咩？我想問下。係嘛？即係呢啲情況，如果係嘅話，就算係啊，你係打都打佢老母啦，打個細路女，我又咁樣教過你咩？即係我呢度睇完啲留言，我就覺得咧，喂，唔怪得咧，即係嗰啲人咧犯完法之後就因為我打機學翻嚟嘅，點解你咁暴力嘅？因為我玩 GTA 嘅，即係原來真係啲咁嘅傻鳩咧會攞啲咁嘅理由，咁啊第時出去打人就我睇剔呢個台學嘅。我真唔知幾時有教呢啲咁嘅嘢，即係呢啲咁嘅爛攤觀眾，呢啲咁嘅傻閪咧，你自己戇鳩咋，唔好話我教你啦，傻閪！你啲咁嘅垃圾呢個台真係唔歡迎你繼續睇爛啦，臭閪！好啦，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次見，拜拜。